大家好啊，咁歡迎嚟到小兔故事屋。今日要講嘅故事叫做《新床嘅秘密》，準備好未啊？我哋一齊聽下樂樂嘅故事啦。樂樂嘅新床，佢好似一艘藍色嘅小船，有軟綿綿嘅床褥，仲有印住細細粒星星嘅被鋪。從今日開始，你就係呢艘小船嘅船長啦。媽媽笑住咁講。夜晚嚟到，房間變得靜晒，牆上嘅影好似變成咗一隻大怪獸。樂樂抱實小熊公仔，覺得嗰艘藍色小船好似有啲孤單。踏踏踏，樂樂赤腳踮起腳尖，細細力行出房門。佢知道自己要去邊度，嗰個全世界最暖、最安全嘅地方。爸爸媽媽喺房入邊傳咗輕輕嘅呼吸聲，樂樂好似一隻細貓仔咁，靜靜地爬上咗大床。佢小心翼翼咁轉入爸爸媽媽中間，呢度嘅味道好熟悉，有陽光嘅味，有爸爸媽媽嘅味。媽媽喺夢入邊感覺到身邊多咗一團暖暖嘅小肉球。佢翻個身，輕輕咁將手搭喺樂樂背脊上，拍咗拍。半夜，爸爸隻手臂有雞麻，佢眯開眼，見到瞓喺自己臂彎入邊嘅樂樂，好似一隻細貓仔咁，臉上掛住甜甜嘅微笑。爸爸冇叫醒佢，亦冇抱樂樂返去藍色小船。佢淨係輕輕咁喐一喐姿勢，等樂樂瞓得更加舒服。爸爸微微笑住再瞓返，雖然隻手仲係有啲麻，但心入邊就暖粒粒啦。佢知道呢一份感覺就係幸福嘅重量。至於嗰艘藍色小船嘅秘密呢？原來佢都知道，總有一日，小船長會變得勇敢，自己一個揸住小船航向夢鄉。但喺嗰日嚟之前，最溫暖嘅港灣永遠都喺爸爸媽媽身邊。多謝你哋聽完呢個故事嘅。如果你都中意新床嘅秘密呢個故事，記得幫我哋點個讚、訂閱頻道，仲可以留言話我知你最中意邊個部分啊！嗱，我哋下次再講新故事啦，拜拜。